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返嚟我呢個 channel 啊！舊油麻地警署近年咧成為咗旅客熱門嘅打卡位，依家唔止可以喺門外打卡，仲可以走入警署一探警署內部運作。舊油麻地警署喺1822年落成，超過100年嘅歷史，見證香港不同大小事。香港其中一樣最出名嘅影視文化就係警匪片，吸引中外遊客嘅注意，所以唔少遊客都中意喺油麻地警署門外打卡嘅。中意我啲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，就記得撳埋個鐘仔喎，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噶啦。今年1月開始就舉辦咗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，等大家可以走入油麻地警署，揭開警匪片中嘅警署嘅日常運作。展覽透過搭建昔日警署嘅場景，了解警署唔同部門嘅運作同程序，跟住唔同警匪片嘅足跡，勾起大家對警匪片嘅回憶。展覽面積唔算太大，只有1層樓，唔需要上落樓梯，唔同人士參觀都夠方便。每節都有人數限制，每節參觀時間係25分鐘。呢個就係展覽地圖，基本上只係單一方向前行，咁就可以行得晒、睇得晒所有內容㗎啦。基本上參觀時間都算足夠嘅，所以各位都唔需要太過擔心時間唔夠嘅呢個問題。展覽分為4大部分，一入去就見到戲院門口，再經過時光隧道進入雜差房，最後行經羈留室，就係整個展覽嘅部分。雖然展覽面積細細，但係其實都已經好多嘢睇，睇埋落去就知啦。聽到呢度係咪好有興趣參觀呢？就記得上網買飛啦，冇得就咁 walk in 排隊啊！因為展覽每節都有人數限制，而且展覽一出之後反應非常熱烈，好快門票咧已經售罄啦。而家咧已經去到2月底，甚至3月嘅門票都已經可以預售。每一張門票賣30蚊，60歲或以上或者小朋友就可以10蚊入場。準備好我哋就入去睇下展覽啦。一入場就首先見到仿照70、80年代戲院嘅售票處，之後呢，再行入去呢個部分就係時光隧道，要先睇一段片先嘅。呢段片大約3分鐘到，就係集合晒本港唔同年代嘅經典警匪電影，好似《逃學威龍》、《無間道》、《寒戰》、《新警察故事》等，每一套都非常之經典。我而家想揀揾條好人，來齊邊個知？要非常不方便，我明你意思。見到呢啲經典場口呢，所有回憶咧都翻晒嚟，即係好似《無間道》啊、《警察故事》啊、《皇家師姐》呢啲。大家又最記得邊套警匪片呢？不妨留言講講。經過呢段時光隧道，睇完影片之後，就即將進入第3部分，準備倒數啦。Roll sound speed camera rolling， 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第一場收官正軍 camera set and action。第3部分雜差房就可以俾大家睇到70、80年代嘅警署唔同部分嘅運作，總共有成5個部分咁多，包括呢一個監控室，模擬警員查案睇唔同嘅監控片段同埋閉路電視等等，裏面呢就有唔少電影嘅經典片段添，好似重案組啊、竊聽風雲等等。而眼前呢啲監控設備呢都非常真實，不過大家見到嘅時候千祈唔好亂咁掂。一行去第3部分之前，就俾呢個3色卡吸引咗，大家可以拎張 postcard 喺上面吸引，有3個部分吸成之後就可以帶返屋企做留念噶。製成品就係咁樣啦。右手邊就見到呢個證物房，證物房呢邊就擺放唔少經典警匪電影用過嘅道具，即係例如有委任證啊、Mark 哥個太陽眼鏡啊、頭盔面具啊、新警察故事阿祖嗰個面具呢度都揾到喎。呢個真係估唔到啊！呢部電腦就當然係模擬警隊資料庫嘅電腦。見到呢個名係咪好熟呢？就係《無間道》梁朝偉飾演臥底警員陳永仁嘅 file， 仲俾人無理 delete 咗添。平時啲警匪片好中意要啲證人
做拼圖，睇下疑犯係咩樣。今次大家都可以體驗，不過砌出嚟就唔係一堆賊王，而係一堆天王巨星做開警察嘅添。砌完拼圖就記得嚟應人室睇下有冇嗰位疑犯喺咪度。話明係光影之旅，當然有啲同電影元素有關，包括呢張導演凳同埋攝錄機，仲有大光燈添。嚟到槍房就見到唔同年代警員手持嘅槍械嘅模型，你仲可以拎住喺手感受一下呢啲槍嘅重量添。嚟到雜差房又叫 CID Office， 就睇下佢哋個辦公室究竟係點嘅樣。當然啦，大家睇唔少警匪片都見過佢哋 office 大概係點。呢個係直人觀啊，佢嘅台面都有好多文件，當然唔少得要拜關二哥啦。呢度之所以叫雜差房，就係指刑事偵察組嘅警察就係叫做雜差啦。經過眼前呢一塊告示板，就會進入到展覽最後一個部分，就係羈留室。當然呢個羈留室呢，就其實只係仿照翻當年嘅羈留室嘅設計，亦唔係代表油麻地警署嘅羈留室就正係呢一個位置嘅。呢度呢，亦都有唔少當年羈留室嘅告示牌。去到呢個部分，通道呢就比較窄啲，所以大家行嘅時候就要小心啊。唔同羈留室都有唔同嘅互動體驗，好似呢個叫做我要做主角。首先就見到唔同警匪片嘅海報啦，例如寒戰啊、怒火啊、無間道等等。左邊仲有一部機器，你企喺佢前面，然後耐心等候，就會做一幅合成相片，你就會化身成為一位交通警察。你覺得呢個似唔似我呢？除咗可以成為警察之外，亦都可以成為唔同電影中嘅主角。而呢部機呢，就有唔同電影經典海報，有啲呢唔止可以單人玩，仲可以兩個人一齊做。呢個就係依家軍裝警員嘅全套服飾同埋裝備添。至於另一邊就係唔同囚犯嘅服飾，男女嘅長褲長裙都有。嚟到展覽尾聲就睇翻呢一個戲院售票處，以前嘅戲票係人手劃飛同埋人手賣飛㗎。展覽就睇完啦。今次呢，睇完呢個展覽呢，真係覺得大開眼界。除咗可以勾起大家對昔日警匪片嘅回憶之外，仲可以輕輕咁揭開少少警員嘅迷思添。如果大家仲想知多啲香港警署嘅故事嘅話，推介大家可以去到中環荷里活道嘅大館，嗰度呢係長期都有展覽，介紹香港昔日嘅警署啦嘅古仔。除咗警署之外，仲會有埋法庭同埋監獄呢一個完整嘅警署建築群，大家可以發掘到更多警署嘅故事添。有興趣嘅朋友就不妨參觀啦。而有興趣嚟呢個油麻地警署參觀嘅，就記得上網買飛啦。咁今次條片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仲要撳埋個鐘仔喎，一有新片呢，佢就會通知你噶啦。